就算惠州啲樓再點樣降價都好啦，你唔識得傾價，講乜嘢都冇用。你去睇睇售樓部咧，咩時候有明碼實價過嘅？其實咧都係套路嘅。從你咧踏入售樓部呢一刻，已經俾套路咗噶啦。仲未買樓嘅朋友，呢個視頻對你一定有用，千祈唔好劃走。今日咧，我教你哋咧點買新房，點樣傾價，呢個秘笈會好全面嘅，每個細節都講得好清楚。記得點讚收藏，總之到時候你會有用嘅。我做房產8年啦，經過我手上接待去傾價嘅客戶咧，有1-2千台。今日咧，我哋講講傾價嘅方式，對好多人都會有用。其實咧，我諗咗好耐，到底應唔應該發呢條視頻？因為佢可能會將發展商、銷售同埋中介都得罪晒。但為咗大家真正慳錢，為咗關注信任我嘅朋友粉絲，今日我會將全網最全面嘅傾價攻略整理出嚟，各位記得推薦俾有需要嘅人。第一步咧，初次到售樓部咧，千祈唔好顯得自己太有錢，越有錢價錢越唔好傾，要將我哋嘅低調發揮出嚟。如果你開嘅車係值30萬以上嘅，最好唔好開。保安哥哥咧喺你停車場嘅時候咧，會用對講機將你嘅車型庫存入去。你唔好諗住孭幾萬蚊嘅包，都唔好帶住有 logo 嘅呢啲名牌嘅衫褲啊。銷售咧係經過奢侈品培訓嘅，尤其係對改善同埋豪宅呢啲項目，佢哋一眼就睇出你嘅實力噶啦。唔好講傾價啦，人哋唔賣貴你10萬蚊，算手下留情噶啦。仲有咧，接下來嗰2條，其他主播同埋大 V 絕對唔會同你講嘅。第二步咧，睇樓階段，入去睇樓嘅時候咧，你唔好直接傾價，先問一問依家有咩折扣先，或者有咩禮物送，再去附近嘅樓盤貨比三家，睇完咗呢個項目，再去睇下一個項目。睇樓階段就係睇樓階段，唔好浪費時間。銷售期間會試探你好多問題嘅，嚟摸清你嘅意向同埋資金情況啦。你只需要俾佢知道你有買房嘅需求，同埋手上嘅錢唔多，啱好俾首期，特別係有存款能力嗰啲人，你唔好口花花覺得自己好威啊，乜嘢都講出嚟，要低調咁樣，佢就唔會報高價俾你啦，都會重視你呢個客戶嘅。我哋咧為咗後面嘅傾價做好鋪墊。第3步咧，睇啱時機。如果你睇中一個樓盤，而家唔急住買，或者呢個樓盤個庫存係比較多嘅情況下咧，最好係年中或者年底去買。發展商咧，尤其係上市公司每個月咧都會有銷售任務，6月同年底係衝刺半年或者全年嘅數期間接節點，因為咧財務報表好與壞，關乎到佢哋整個銷售部同埋收入，佢哋咧會有更大嘅談判空間。實在急住買，你就等到月底衝刺，卡點買房，一定會慳翻少少嘅。除咗年度節點咧，每個項目銷售會睇佢嘅情況放活動嘅。比如講差幾套月目標咧就夠嘅話，會放幾套公底房出嚟救急。所以你哋買房需要一個長期，或者揾一個一線內部人員幫你留意。如果唔清楚，可以隨時問我嘅，或者叫我幫你關注一下。第4步咧，傾價環節。傾價時候咧，冇一個人係，最好咧帶埋屋企人或者朋友。關鍵咧係一個做好人，一個做衰人。比如男嘅想買，女方嫌貴，你要表現出嚟咧想買，但係咧又可以唔買先，呢種感覺，激發出銷售成交嘅慾望。等價錢傾得差唔多，
你就話呢個價格應該仲可以平啲，我諗辦法說服我老婆。其實咧，真正最後做決定嘅人咧，其實就係你，但係唔可以表現出嚟。你呢個時候咧，盡可能消耗銷售嘅精力，慢慢咁去傾，唔好理佢報價幾多都好，你都要個人話貴。接落嚟咧，記住以下優惠，呢啲都係你嘅突破口。第一，拉關係，我哋咧前期努力咁耐咧，只係攞到基礎優惠。因為好多人同埋售樓部冇有任何關係嘅，呢個時候咧帶你去睇樓嘅中介同埋房產主播，呢啲就係佢哋要做嘅事啦。佢哋唔止可以幫你傾價，手上咧仲有額外嘅優惠同埋折扣都可以攞到嘅。嗱，呢個優惠咧你自己去睇肯定係冇嘅，因為佢哋同售樓部簽過合同嘅，所以講咧佢哋咧唔會因為你而係違約嘅。第二咧，付款方式嘅優惠一定要攞到，按揭同埋存款優惠係唔同嘅，存款優惠會大少少，即使你係按揭嘅，你都要話俾銷售知，我會全力配合你哋辦按揭，但存款嘅優惠你一定要俾我。第三，按時簽約優惠，比如話咧，交咗訂金，正常呢個係7日內交首付嘅。即使首付可能係唔到位，但係你要自信一啲，同佢哋講冇問題，先攞到所有嘅優惠，我哋再傾延遲付款。自己唔方便傾咧，就揾中介同埋主播同你傾，呢啲一般都唔會有咩問題。第四，銷售總上面嘅優惠咧，呢個銷售部嘅售樓係攞唔到呢個級別嘅優惠嘅，你必須表達想見到銷售總，叫銷售總去申請，或者項目總去申請。記住，只要銷售總同埋中介講我去申請，但係咧領導唔一定得。到咗呢度咧，佢哋入咗辦公室，咁就講明優惠8-9成係攞得到嘅。佢哋喺售樓部咧唔可能唔知道領導有冇有優惠嘅，只要去咗都代表有可能。第5步咧，最終談判攞到嘅售樓部最大嘅優惠咧，先唔好急住交訂金同埋首期。你可以話手上有一筆理財，要去銀行問一問，可唔可以攞出嚟，或者精神未有打出嚟，甚至話咧要接細路返學，揾個理由先返屋企。但係咧要表達出嚟，錢已經到位，真係想買嘅。只係咧老婆或者屋企人嫌貴，問問屋企人先，徵求屋企人嘅同意。呢個時候咧，銷售想打人嘅心都有嘅，佢哋咧會行最後一步，拉你返嚟，爭取總經理優惠。呢個咧係營銷總同總監都冇有權限嘅，需要特殊申請。呢個咧係針對有關係人員先攞得到嘅。仲要咧書面報告上傳落去，呢種咧就係最後嘅優惠。如果可以傾就坐落嚟傾，唔得就走。價格落嚟之後咧，到咗呢一步，我都係勸你唔好急住交訂金同埋首期，同售樓部嘅人講，俾我多摘幾個金蛋，揀個最好嘅，叫營銷經理過嚟多俾啲家電你。冇唔好意思，呢啲禮品本來都係送嘅，唔送俾你就會送俾其他人。呢期傾價嘅視頻，唔知道你哋學到幾多？如果有用嘅話，可以幫我點翻個 like， 點翻個讚，關注一下我。新嘅一年開始啦，惠州咁多樓盤呢，都唔係邊個樓盤都可以買，邊個樓盤都適合你。每個人嘅需求唔一樣，可以匹配嘅樓盤都唔一樣。唔想買咗之後咧，怕後悔嘅。阿 Ken 做咗咁多年，你可以問一下我，我會按我個人嘅經驗，客觀咁同你哋分析，自己再做對比。仲有啲粉絲想知道現階段邊啲樓盤性價比高嘅，我會幫你安排到位。阿 Ken 咧做呢行咁多年，一直都係以自己
同埋屋企人買樓嘅標準同原則，係幫粉絲揀樓。喺惠州買樓呢，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一下我嘅，我教你喺預算範圍內點樣可以買到更加有價值嘅板塊，買對啱嘅房，唔買貴。我係阿 Ken，一個有溫度嘅房產人。